有一位住伫英国的台湾人是一个设计师，伊日前看海破文章来指控，讲伊76岁爸爸加入到奶的一个投资股票的群组，结果互骗走3000万的房产。这位设计师真气愤，讲台湾就是一个诈骗的天堂。讲这个诈骗的嫌犯即摆抓到了，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。这设计师一方面感谢台湾的检警，一方面嘛真担心爸爸的厝是毋是讨会倒来。从乌山查甫人去口出口，检被去警察局，伊是诈骗集团姓陈的主嫌，一名建设投资群组四个伫咧共骗。12号暗时啊，总算扣抓起来。伫咧面册抛出真水相片，说你的查某网友是一个真有名的设计师，伊的爸爸就是哄骗的人。当时伊人伫咧英国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强要生气。伊发文指控76岁爸爸因为加入投资群组，传出桃园落地的厝已经过户诈骗集团。这间伫咧罗德精华地段的厝7达3000万，警察知影阿伯分6摆伫咧公庙甲钱交车手，2摆去邮局汇款，欠款拢总得到2000多万，落尾佫要求500万的服务费，阿伯甲亲戚借钱，才发觉拄着骗子。于5月12日，具体诚信嫌犯到案，经检察官复讯后羁押禁见，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。查某网友知影嫌犯扣押起来写长倒来分享，甲大家说多谢。不过姊妹2个人当伫咧海外，后礼拜才倒来台湾。伊讲爸爸是真自责，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扣押被调处，反省法律辅助卖提供协助。如今应该5万厝退倒来，互爸爸会当有一个安心的厝通住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